时间已经到啊，请闭目咱的心来朝见上帝。着俄罗斯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顾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奴仆大毕的家。咱只是来吟圣首86首，威严君王徛如进前，威严君王徛如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路上菩萨铺棕树枝，温柔救水对遐过去。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只是犹原徛地，用许多的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启应文字。54篇，启文第54篇，我来启，恁来用。心灵善切的人真有福气，
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要随打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祝，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记着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真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咱即时来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阿爸爸上帝，你是掌权、有怜悯、有慈爱的爸。毋茫看见你的囝儿有艰难受困苦，你全能的手救阮脱离病痛、忧闷、困苦、伤心、孤单。主啊，阮要学乐你，你是用笑面帮助阮的上帝，阮要专心仰慕你、信靠你。主啊，阮常常因为受到攻击、迫害，失去信心，嘛因为受袂到理解来失志。求你赦免，无将主权交予你，无放心交托主。主啊，求你帮助阮坚固阮的信心。即时嘛，为着全球、为着关税的问题来祈求主，你来掌权，互你的百姓有平安、有喜乐。嘛求为着战争、地动、天灾的有主的同在，恢复平静的生活，互阮家园的安康。主啊，即时代求你掌权，感谢天父，阮同心祈祷，安尼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即时我来报告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中秋主日，以教会节期以敬入耶稣基督受难周，敬请大家尽量撇开喜庆、喜庆甲旅游，借着灵修甲主同行苦路，更深深体会基督为咱受苦的意义。本主日下晡3点，高北区伫本会敬拜中心举办高北区联合圣餐礼拜，敬请大家踊跃参加。第2点，小会公告，欢迎毕接纳陈培颖姊妹的成灵会基地，台南中会同盟教会转为本会，愿主施恩赐福。第3点，本会受难周的活动，第1小点，4月14甲17，拜1甲拜4暗时8点，受难周祈祷会地点伫富堂。第2点，第2小点，4月18拜5暗时8点，受难日特别礼拜，地点伫主堂，敬请兄弟踊跃参加。第4，下主日4月20为2025年耶稣基督过活节，上午6点伫油厂敬拜中心举行母囝教会过活节联合朝阳礼拜，有登记坐福音车的长辈。当天透早5点40分伫教会集合出发，第1场礼拜暂停。上午10点举行过活节娱乐礼拜，由教会圣歌队献诗，愿基督过活的大能引带咱过得胜甲充满不茫的生活。第5，教会发送的2025年月历4月份过活节，应该伫4月20号，因为印刷的错误，印伫个4月13，特别伫遮更正说明，敬请兄弟注意。第2，具体消息商讯，本会滨江村支姐妹蒙主恩调安孝主怀，已经伫4月12拜六举办告别礼拜，了后安葬伫燕巢清水树葬区，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2，合作社报告第1小点，本主日第2场礼拜后伫地下室中会议室召开理干事会，请各位理干事出席参加。第2小点，4月27日礼拜中昼12点30分，伫富堂举办鼎王养生生活健康讲座，来讲是如何维护健康甲养生。名额有50人，欢迎社员伫4月21拜1前踊跃报名参加。参加的赠送礼物。3，告解消息，请陈牧师。咱
教界消息吼，头一条是台湾由教会团体所拍的一本迄个福音的电影，叫做《深渊宇宙》。这电影是用即卖现代人较属于即个因为科技哪能发展吼，资讯哪能发展人的精神状态吼，哪能受到威胁，所以有拄着迄个忧郁情绪吼即种的情形透过即个电影，安怎得到救赎一个真好看的电影吼。伫即个4月18，就是受难日迄天吼，伫台湾开始放即个电影吼，欢迎这会当请无队友斗阵去观赏。第二，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伫5月初3上午9点到12点伫桥仔头真爱会馆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甲专题演讲，费用600块咱妇女圣歌队有补助一半咱姊妹若要参加，会当第美仪队长来报名。第三，总会伫6月15上午10点到12点要办宣告106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地点伫凤山体育馆咱教会有提供2台游览车费用是100块若迄天参加会阁退互大家敬请下这伫后主日前咱的干事报名人数若约满迄位置至目前报名人可能搭要一条游览车，大家可能无介踊跃若无报名，就是到后礼拜也是会截止爱大会报名头拄咱咧讲过的即个陈培仪姊妹应该这是写毋对，南是台南中会的东宁教会，就是东宫教会东明教会是七星中会所以差一字差诚济我想台南无一间东明教会，应该是毋对真实的，跟后礼拜甲订正以上。咱即时来恭受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11章第1节甲11节。马可福音11章第1节甲11节。因行近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边的伯法其甲伯达尼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已经入去，就要拄着一只驴仔绑伫遐，也袂有人捌骑过。偷开，甲伊牵来。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呢？恁就讲主欠用伊，连米要互伊倒来食。2人就去，拄着一只驴仔伫路里的弯角，绑伫门外，就偷伊。边头徛的人有诶讲：恁偷驴仔要啥事？因照耶稣所讲的，甲因讲。迄个人就放伊，互伊，因就牵驴仔就近耶稣，煞用家己的衫披伫迄顶面，耶稣就徛伊。有侪人用伊的衫铺伫路里，也有人用树枝，就是对远离所找来的种行后队，在叫讲：何塞那伫主的名来的，应当得到呵乐。迄个底要来的国，就是咱的主代笔的国，应该得到呵乐伫至悬的位何塞那。耶稣入耶路撒冷，入殿堂，四界看逐项的日已经暗，就甲12个学生出去，甲伯但尼。呵乐，即是请上联圣歌队。
讲到今仔日主任牧师所讲的题目是女仔学习侍奉，女仔学习侍奉，陈牧师请。听咱上年圣歌队唱这歌吼，听了拢真感动吼。咱人生难免有风甲雨，会使透早嘛有人叫迄个风声吵见无？哦，用用哪有即个风声遮大簌簌叫吼？即马天气都当时咧变化吼，因为人讲迄个叫做啥春风后母面还是吼？春天后母面吼。即马天气拢咧变化，是咱豆豆要进入到过外一个节气啊！感谢主，虽然咱人生有时有风有雨，有时咱有病痛有艰苦，有亲人离别，但是咱即个诗甲咱讲，咱行天堂路，着缀耶稣，伊要用温光甲你带路，行天堂路，着缀耶稣。伊听你一生甲你祝福，感谢主哈！这是一个真水的应允。感谢主，咱今日伫咱进入中秋主日，中秋主日、中秋节，就是已经进入到受难周吼。一般这个教日叫做圣周吼 ，Holy Week， 还是受难周吼。纪念主耶稣骑驴入城。就是要来完成上帝拯救人的旨意，嘛应验先知讲，主要骑驴入耶路撒冷，群众举即个中秋节也来欢迎，沿路拢铺衫来迎接耶稣进入即个耶路撒冷城。今日咱读的这段圣经，就是耶稣骑驴入城的故事。安尼记载讲，耶稣甲学生吼要进耶路撒冷，到即个伯法期，甲伯大尼，伯法期甲伯大尼拢是离耶路撒冷真近的所在，嘛离干那山真近啊。即个伯法期就是叫做青无花果的果，毋过伯大尼叫做无花果的果。主耶稣真爱伫即个伯大尼的所在，特别去到马大、马利亚甲约瑟罗的厝。所以，伊一个骑驴入耶路撒冷城，咱嘛感觉真奇怪。伊看见暗嘛吼，其实伊好像要一个象征，咱像旧约所参与的伊要骑驴入山，伊做一个即个宣誓宣告了，伊就搁倒转去即个伯大尼。主耶稣伫迄个时阵，伊有找2个学生，吼。讲伊来到即个干那山遐，找2个学生，甲因讲：你去对面的庄舍吼，坐入去，你就看只驴吼。即个驴就是真温顺的动物，吼。古早若君王当然是骑马，是要战争，即个驴是真温顺吼。咱若有去以色列要去西奈山吼，拢爱坐迄个骆驼啦，骆驼嘛是。真温顺啊！人看见驴拢是真温顺哈，战马是无共款哈。即只驴佫是因为是驴就是细只驴仔，从来拢毋捌人骑过，无骑过，无用过。即个物件要互上帝用，这就是分别做圣的。你去到遐看了即个驴吼，你会当家头盔甲砍来。有人讲你是要创啥话？伊讲主欠名义，因迄个人就是即个驴的主人，其实伊知影真正的主人就是主耶稣，主耶稣甲吩咐，所以主耶稣透过这问答甲讲，主要用伊，安尼就是要砍来伊知影主耶稣是真正的主人，所以随时会砍去。兄弟姊妹，主就是咱的主，咱是伊的学生。咱像即个驴的主人，即听到伊的话，随时就顺服。其实咱就是爱学习即个顺服。其实无论咱的身躯、咱的
智慧，咱的财米其实拢属于主的。主要用咱，咱就要欢喜互主用。所以因就牵即只女仔去伫遐徛人讲啊，恁这牵这女仔要创啥？因为主欠名伊因听到即句话知影，所以互因牵去去到水仔所遐因就伫遐做即个樟树枝铺伫路里搁将伊的衫铺伫即个女仔即个面顶水仔所就徛女仔入城，大家伫遐学乐咱的祖公大彼得国是应该学乐的因前行后退，好山啊，好山啊！伫主的名内应该得到学乐所以这就是耶稣徛女仔入城的故事会使去牧师透过这段记载讲咱这个细只女仔来学习侍奉侍奉原来伫这个希腊语还是拉丁语原来意思是受请来工作，还是讲为着要得到某一种的报酬来工作？你为着要得到工钱我来工作我工作，这就是我甘愿的因为我要爱钱我要爱钱，我就欢喜做，甘愿受这个工作。艰苦无艰苦，毋是重要，就是因为我要爱得到这个报酬，所以我就欢喜来做原来是这款的意思表示讲你要去做工这毋是你咧做奴才去用逼的，讲你无做袂使你自愿的。毋过这个字后来才演变做一个侍奉上帝真特别的用法，就是用这字来咧讲，咱是咧。替上帝做工，咱欢喜做的，咱毋是咧为着人做的咱是咧服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这只女仔，这个主人知影讲，伊是毋捌徛过，但是主欠命伊伊就欢喜互主用来侍奉主一般咧讲侍奉真侪人爱用几啊角度去看，用听的角度来看。你有听，你就欢喜去侍奉你有听，你就有迄个侍奉的热情。最后说捌问彼得讲：你听我比这个较亲嘛？你听我比这个较亲嘛？这彼得，伊知影讲主听伊，所以伊也要听主。伊有真实听主的亲的时阵伊就真正欢喜来侍奉主迄个听甲热心的侍奉是分袂开的，所以咱咧讲热心这个字英文应该是讲上帝伫我的心内，上帝伫我的心内，因为上帝是听伫我的心内，安尼我就会热心啦，我就有热情所以保罗讲，咱就爱常常心内火热来侍奉主恁论主的服侍论心志的热烈就爱热心来服侍。咱若为价值的角度来看这个侍奉，人要投资什么物件伫这个所在，就是看这个所在有价值所以牧师也不停讲，咱若投资伫最后是稳了袂趁，投资这个世间有了有趁。你投资股票，大家本来是讲足好台湾你看规拢2万多点大家足欢喜一个拄着这个关税哇！落2000多点，迄破历史的。迄天我若有投资伫股票人，一定会心内哇！感谢主，毋望这代志会当有较好的解决无得到遐大的冲击无遐大的冲击。所以投资世间是有赚有了，无迄拢包赚的毋过咱投资伫上帝国度是稳赚袂了，因为咱接触的财宝伫天里遐无会插头体无通来救空的这个所在所以咱做主的工是无空所以启示录14章13节讲，我听见伫天顶有声讲，你著写伊对打以后伫主来死的死人有福气，因为因所做的工，因的果效
拢要来军地因，你做的果效拢要得，感谢主，伫天顶你有福分，有报赏，这是对价值的角度，所以人就欢喜去侍奉，有听就欢喜侍奉，有价值咱就欢喜侍奉。过来是为时间的角度去看侍奉，一生的中间可能咱有足多侍奉主的机会，但是咱有好去把握无，有好去运用无所以圣经内面嘛常常咧提醒咱着爱保守公义，还是讲着保守机会，咱毋通空占土地，咱着爱趁抑阁是你死的时，咱着爱来做主的工。兄弟姊妹，咱今日透过这个徛女的故事，咱会当为这个女仔来学习。这个女仔，互咱诚做一个真大的学习。伫圣经内面，咱像读箴言常常叫咱讲，咱得爱去什么来学习？有时咱迄个狗仔来学习，咱为迄个沙番，就是讲这个细只野兔嘛会当学习。咱迄个仙汤伫壁的仙汤，咱嘛会当学习。咱像这个箴言讲，这个狗仔虽然是一个真无气力的物件毋过伊阁会当伫迄个热人的时阵，伊就会当备办粮食，备到冬天的时无物件食。这个狗仔就是要学习伊的温驯、骨力，有智慧会晓备办。这个沙番，伊是足软正的物件，毋过伊嘛会当伫迄个石盘中间来起厝，会当起厝，备办迄个大的所在。搁咱看见这个仙汤用伊脚抹伫这个壁毋过伊阁会当带伫王宫呢，带伫王宫，意思是讲伊嘛会当得到一款的享受。所以咱毋通感觉咱卑微，咱会当踮伫上帝恩典中间咱着爱持守，咱着爱持守，咱着会当伫即款的恩典内底。对于即个中间会当学习温驯，即个中间会当学习把握伫现在把握伫每一天会当来持守。兄这嘛是拢是学习咯咱今日看到即只女仔咱就会当学习几样头前咱知影即只女仔就是主甲拣的，主知影讲伫什么所在，叫学生去的所在来看我相信伫即个逼发期、逼大年迄阵，一定足侪女仔嘛，女仔足普遍的嘛，毋是讲即只，但即只就是主所拣的因为伫即个圣经撒迦利亚9章9节讲，看你的王来到你遮谦谦和和，徛着女仔，就是徛着女仔的女仔囝。这是先知咧宣布一个弥赛亚的行动。所以这是主耶稣所拣的，伊所定定的，伊毋是享想到的，伊早就已经有准备的。所以一个迄个信号，甲学生讲，主欠命伊，主欠命伊。这就是一个口令，这就是一个互这个主人知影，这就是主所定的。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会当食做上帝的囝儿，拢是主拣咱，主拣选咱，主拣选咱，主调咱，伊就是要来使用咱。那像这个摩西受上帝来甲伊呼召，就是要救以色列百姓来出来急。所以伫伊的一生中间是早的上帝已经备办本来伊有可能是爱死的，当时这个埃及法老本来就是一出世，就是那查甫顶就爱死。毋过这个扣生婆佫甲留活命落来，佫伊的老母毋敢透过伊的姐姐，佫会当知影埃及的这个公主伫迄个所在，会当送押，互伊带入去王宫互伊后来知影伊是甚物人的时阵，
伊来领受上帝的好调。早上帝就已经对伊有备班了。兄弟姊妹，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早就已经甲咱竞选、甲咱备班。咱啊念即个圣诗吼，336首话讲：天父我知一生光阴是你为我安排，所以逐项虽有繁复，我愿照主所爱。这是我足意爱吼。咱知影，咱一生的光阴拢是主安排。逐项虽然是有繁复吼，有时咱是顺境，有时是逆境，不管如何啊，我愿照主所爱。所以主耶稣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差派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上扬之地，互恁奉我的名，无论五杯求什么，我就互恁。这是一个应允。主耶稣拣选咱，兄弟姊妹，咱今日侍奉主、敬拜主，是出于主的拣选，咱就感谢。第二，咱透过这如何知影讲，这个侍奉吼是无分大小啊，无分你是有经验还是无经验。看起来这只愈啊是无经验，吼，这只愈啊叫人看讲，啊，这只是要哪用？啊，这只都啊，佫毋免你一声要互主徛，啊，这只伊敢遐乖要互你徛。咱一般咱若想讲啊，要徛迄个细只马，啊无训练过，你互要徛，伊会哭哭跳哭哭跳，吼，敢有可能互你徛？啊是讲要做代志嘛，着爱已经有经验的，吼。逐个若要请人嘛，要讲哇，即个人迄个学问较好。啊，伊的经验较丰富，但是伫即个所在拍破咱即种的眼光。伫圣经内面，咱发现啊，上帝有时拣掉世间人看毋像目的，看你真普通的啊，迄个各样的正常的啊，无论是学问悬还是低，无论是身份悬还是低，甚至即个讲是那个无啥知识的迄个。老百姓吼，小百姓，但上帝嘛是使用因，所以兄弟姊妹，咱若要侍奉主啊，无论咱身份是甚物，咱的阶层是甚物啊，咱的经验是甚物，上重要就是咱欢喜互主用，欢喜互主用，主也欢喜用咱。诗篇100篇第20讲，恁着爱用欢喜来侍奉耶和华。着爱来向伊唱歌，用欢喜来侍奉耶和华。你着爱欢喜，吼，欢喜侍奉伊，吼。兄弟姊妹，咱若有欢喜侍奉的心，我相信咱着有机会来侍奉主。侍奉毋是干那只有牧师啦，是长职啦，是小组长啦，可能才特别有受设立的人。其实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侍奉主。咱若欢喜主侍奉，主的确会使用咱伫所要侍奉的代志顶面。那个即个女仔是无经验的，但主要用伊，所以伊互主用，伊就当互主耶稣徛伊来入去耶路撒冷城，来迄个照圣经所参悟的伊要徛女仔入城。第三，咱对这个女仔侍奉。这个女仔是受分别做成的，就是讲无人徛过，无人用过，是头一届，是互主用的，这就是神圣的用途。那像伫圣经内面，咱读民数记、读申命记，民数记19章第20，申命记21章第3节，你讲伫迄个洁净的内中间，迄个。纯红色的迄个牛母，这个牛母就是一定爱毋捌有迄个打过，毋捌打过这就是要注意的。譬如讲咧，载即个约柜的车就是毋捌做别的用途的牛车才会使。这就是咧讲，即只女仔伊是毋捌人徛过，所以伊要互主徛。因所献的物件要互主的，
就是毋捌用过、毋捌徛过，是新鲜的是真庄严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侍奉的一种的学习。咱要侍奉主，其实咱爱谨慎，咱爱看重。咱毋是讲清清彩彩、马马虎虎。现在咱要奉献嘛，毋是清清彩彩、马马虎虎，是头生的是大囝，是头水色的是大生的甚至上大的、上好的。感谢主，伫过去真敬虔的圣道内面有真侪人拢有这款的心我牧师感谢主，做上帝路卜有真大的上帝恩典兄弟姊妹有诶，伊将伊迄个头水的色的果子头一条迄个果子是即个水果伊摕牧师的时牧师讲我较会堪咩安尼伊就是感觉讲我是将上好的头色的那甲咧献互主共款尊荣你共款。兄弟姊妹，这就是迄个侍奉的对主的敬畏咱会当用即款的心来侍奉，我相信主得较欢喜。那甲即个女仔，伊是毋捌人徛过，伊是新鲜的，伊欢喜互主用是上好的。咱要互主的，就是上好的。佮第四项即只女仔是互主来切遣的耶稣甲先讲，老人甲你讲你是要现在要这女仔是要创啥物？你就讲主欠命伊就会当互你随时来牵来因牵即只女仔，互耶稣徛伫顶面因为主欠命伊就欢喜互主用伊就欢喜来顺服主无主人咧使用的时，就爱讲我敢会使用。耶稣是真正的主人，当然伊就会当互耶稣来用。耶稣毋免得到伊，但耶稣讲主欠命伊，即个人就欢喜互主用，即个女仔就来互主用。兄弟姊妹，咱欢喜献上家己互主用，这就是一种上介水的侍奉。咱主欢喜用咱，主需要咱欢喜讲主，我伫遮，请找我。主我欢喜献我家己，互你用。兄弟姊妹，咱逐礼拜来到教会，咱奉献。现在咱奉献就是甘心乐意为着迄个主的教会有的主的圣工，我欢喜去献到底教会安怎去运用？真少人咧过问大家拢相信教会一定是照着咱所约定的，咱什么款的奉献。所以咱教会除了教会是对整个的迄个奉献的这个制度是拢已经足完整。咱的财务制度是足完整对总会即马佫拢是电脑，佫较是一定爱照伊的规格你去规范这个钱为倒去逐个月伫咱的中执会拢会报告当然无讲逐个月迄个公告伫咱公布但咱一档拢有调几号的，就是会甲兄弟姊妹报告。咱的奉献有什么拢总有偌济咱的付出偌济。兄弟姊妹，既然奉献去就是属于上帝，欢喜互上帝用，就照上帝意思去用。当然，上帝是透过伊所拣选的人伫教会，无论是牧师伫长老，大家都是真上帝所交托的，应该去运用、去使用。兄弟姊妹，咱的侍奉就是安尼，主欢喜用，无什么款的选择，咱只有顺服，照主的安排，照主的意思去行，这就是侍奉。第五，咱侍奉就是像这女仔同款，遐尼谦卑顺服。当这个小只女仔看近耶稣，大家甲衫铺伊顶面耶稣就徛伫伊顶面。这个女仔照主的意思向前行，这个女仔也无伫遐乱撞乱跳这个女仔就是有顺服这女仔的性情迄那一只牛、一只马可能会乱撞、哭跳但是这女仔顺服，互主耶稣会当徛伊立城，
啊，为这个北大年到伫这个耶路撒冷，这条路来回阮爱12英里路，讲啊，阮有1点仔路站，迄是毋是简单的代志？但是伊欢喜互主徛，可能伊还阁足细只，可能伊毋捌徛过，可能伊我那无轻松，但是伊欢喜谦卑顺服。兄弟姊妹，咱若要做主的工，就是欢喜做，甘愿受。咱有时无计较，无体时，咱毋是像伫迄个圣经内面，耶稣迄个大宴席的譬如中间迄个做田做足济讲歹势，我要来看我的田，我要买土地是我当结婚我袂当。兄弟姊妹，咱毋茫咱的服侍就是无体时。无闪避，毋是约拿上帝叫伊去尼尼微要去传福音啊！我尼尼微时阵，我著对敌是我去传福音伊就一定毋去，叫伊要去尼尼微，伊刚要去迄个西班牙，结果才去去互大鱼食去后来才忏悔认罪嘛是佫倒转来。现在伊嘛何必着遐艰苦？咱就是顺服，欢喜做，就有福气欢喜互主切克。欢喜有主输赢上落尾讲，咱咧侍奉主，伫即个所在学习就是讲，咱目的是要高举主的名，高举主的名。即个正经后地人迄个和善啊，奉主的名应该受呵乐的至悬的和善啊，当然有得到足大荣光但荣光是要归予主毋是这愈有啥物荣光是要互人看到这个荣光的基督毋是讲我这愈你看我会当在耶稣我偌请呀，毋是。感谢主，这愈毋是讲看我会当做耶稣，我这细只你看我的门这光骨我这呢肥我这细只我会当在耶稣，只有将荣光归予主。兄弟姊妹，咱的服侍就是将荣光归予主。咱的顶落教会的创始人，这个加尔文，以一个上界基本的信念甲世界观来用一句话来甲表达，就是什么？一切荣光归予上帝，一切荣光归予上帝。Soli Deo Gloria， 一切荣光归予上帝。教会一切服侍。上界要紧的一切，就是要荣光归予上帝，毋是要荣光人咱要将一切呵乐归予咱的上帝。兄弟姊妹，我相信这愈到底伊在耶稣了变做安怎，咱毋知。但是这愈无去用甲防做讲伊是迄个圣儒，还是讲伊是价值偌大的这个儒伊有主徛过，伊的身价偌悬，可能这愈咱毋知影，伊可能拢是也无人知影。伫完成这件代志了，可能佫袂去别个所在继续服侍另外一个主人，咱嘛毋知影。但是这愈伊完成伊所应该完成的。兄弟姊妹，咱伫一生的中间，咱爱学这愈可能咱是一段时间来做这个服侍，但是我会当真正。来尽本分来完成我所应该完成的。那保罗讲，我无要紧我的性命，我就尽我的本分来完成主交代我的这个使命。但是将荣光来归予上帝。所以伫教会内底，有时牧师嘛，就爱甲所有的侍奉者讲，咱着爱荣光归予耶稣，咱着爱将功劳归予别人，咱喜乐归予家己。我相信这是上界水服侍。我相信这只细只愈也是一款的服侍。兄弟姊妹，咱一生会足多侍奉的经历但是这愈会成做咱一个真好的学习。咱毋是为了家己活，嘛毋是为了家己死，咱会当感谢上帝，敬善咱，互咱会当做伊的切用来服侍伊，互咱欢喜服侍伊。照主的欢喜来服侍伊。我有一摆听到咱这个赵地长老伊的分享的见证
我就甲写一段，记起来。我感觉伊讲了，我真感动。伊讲吼，我逐工咧服侍上帝拢充满喜乐。其实咱中间有足侪人是安尼啦，吼，无感觉艰苦，也无感觉重担，吼，无感觉劳苦，也无感觉重担。特别我咧服侍人我拢足欢喜的，足喜乐的。我真认真来带人来信耶稣，互人来得到福气。那伊得到福气，我嘛得到福气。即马阮规个家庭拢得到真大福气，佮充满幸福。伊讲感谢主吼，即马阮先生吼，逐工拢吼，抢要煮饭吼，抢要洗碗，佮安尼足欢喜的。我的信仰就是生活，服侍人就是服侍上帝。有人需要关心，我就会当随时去关心。虽然有时去用骗去吼，毋过对人嘛是个真心，拢无来放弃听人的心。这段就是一个真水的事奉，因为伊真正欢喜，互主使用。兄弟姊妹，咱伫这个要进入受难周，望咱搁一遍透过这个中秋节的时阵，主耶稣骑驴入城，搁透过这只细只驴所点燃出来迄个互主用侍奉主的精神，会当来激励咱，互咱一生会当来侍奉主，互主欢喜，得到主祝福。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这个中秋节期，主啊，搁一遍来对上帝你的话，知影主耶稣伊骑着驴真光荣来进入耶路撒冷城，受到真大的欢迎。但是其实伊过来要行的是苦路，是十字架道路。毋过，咱像这驴同款，欢喜向前行。主耶稣也为着阮世间人的罪，欢喜向前行，顺服爸的带领。主啊，要完成爸的旨意。主啊，阮的一生，阮的光阴，阮毋知影，但是阮的光阴拢伫上帝你的手头，拢是主你的安排。主啊，阮会当照你的意爱去行，照你的安排去行，互你的旨意拢会当成就伫阮的中间。主啊，阮多谢你。主啊，阮会当真正像这只驴完成伊所完成的，佮将荣光归予上帝。主啊，阮一生会当用心一点。主啊，所感谢你，求你带领阮伫这个受难周过啊节，拢会当更加体会到主你的疼，更加深来体会你的疼，更加深来体会主你为着阮受苦，更加深来体会主你实在为着阮死里是别决定来赎回阮，互阮会当出世入我，互阮会当得到永生的愿望，得到永生福气。所以，阮就常常心存感恩来服侍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啊，若唱回应诗510首，阮群做工无嫌劳苦，请起立。我已来追的悲歌。
高处各人广大行动，天地天空永续安乐。现在咱用来徛伫咱来大岛，请咱会当为着咱即个天气真大的变化中间，保守大家有勇健的身躯为着做即个软弱的机体，无论是有感冒着的，还是有甚物款的艰苦咱三体祈祷，奉主的名为因祈祷，求主的医治会到伫因。咱也为着咱教会伫下晡有高北区的联合圣餐礼拜来祈祷，为着咱已经进入受难周过节伫即个节期，无论纪念的活动、庆祝活动，互咱更较主较近我，咱会能够体会着上帝对咱的疼。咱为着这个活动也特别献上大祷为着咱的教会无论是幸福小组，还是文图课程的推展三体祈祷，而且咱也特别为着咱的国家面临无论是内部的无和谐，佮加上因的即个美国关税政策对咱的冲击两岸的威胁，咱拢会献上大祷。特别为着整个的世界有看见真侪灾难的发生，无论是飞机失事，无论是地震，无论是大火甚至世界的战争伫即个乌克兰、俄罗斯也还未结束，伫缅甸的内战嘛无结束，咱为着这拢献上大祷。兄弟姊妹，咱有关心的为着咱家己，为着咱厝内人，咱也带来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咱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中秋主日，主啊纪念主耶稣徛入我入城，就是要来救赎阮世间众人。因的人因的犯罪离开你，主啊，阮的结局就是死亡。从是主你透过耶稣基督伫世间来传福音，佮也欢喜。来顺服上帝的意思，来行十字架的道路，透过十字架救赎恩典，互阮做人做得到赦免。主，阮是得到主耶稣拯救人，所以伫即个受难周甲过即个节期，主啊，阮会用敬虔的心，有更较济来甲主敬我。透过灵修，透过默想，透过纪念的活动，互阮甲主较结连，互阮更较听主。互阮若像这驴仔共款，欢喜互主拣选，互主差遣，互主使用，阁会当将阮所做的拢归荣光互上帝。主耶稣，多谢你，主啊，阮奉你的圣名，也为着你的教会祈祷。阮有做这个软弱的肢体，主啊，有人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感冒、流感嗽、艰苦。主啊，求你的医治也到底。主啊，你听因的祈祷，有人伫癌症的治疗，需要你特别的恩典。主啊，愿你的保卫力卡，愿你关灵的手骨伫因的身躯顶，做医治透棒恢复的工作。主啊，说阮为着你的圣会来祈祷，互阮伫这个受难甲国外的节期，阮逐种无论高北区的活动、教会、祈祷会阮所有的这个庆祝的礼拜，主你拢同在。互阮会当甲主同行苦路，经历甲主同死、同埋葬、同过活。主耶稣，阮也将阮的国家拢仰望你，求你看顾阮。虽然阮内部看见因的条约不和谐，看见阮面对这个美国关税也有真大的冲击，可是两岸迄个关的紧张威胁，但是主你是阮的主，阮宣告你是阮国家的主，是台湾的主，你的掌管，阮只有将阮徛起的台湾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守护阮平安。主啊，整个的世界有真侪天灾，有真侪人祸，主啊，求你怜悯，互战争会当赶紧煞，
主啊，伫收割的所在，会当得到主你的恩典，特别伫缅甸、泰国，也会当紧紧得到恢复。所以啊，所愿仰望你，主愿带祈祷来到你的面前，帮助兄弟姊妹，无论是阮为着家己，为着厝内人，为着身躯的病痛，为着阮的工作，为着阮的家庭，为着各种的祈祷，主啊，愿你接纳我的所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早着咱的心意来到主的面前，请这事进前来服侍。请起立，咱来唱奉献诗歌。主，你听从阮在世的需要，想出阮万米，将你的话应允伫你的囝儿的身上，成就无比的荣耀甲祝福。阮愿意将淡薄的生命献伫你的面前，成做事工上的路用，求恁欢喜阮的奉献。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垂肯。带恁通平安去，互恁伫头前的道路，拢有主的引带甲保护，互恁会当明白主对恁的拣选甲切恳，欢喜将家己献予主，成做主的册用，
顺服主的引带，无看见家己的文书材料大甲小，欢喜听主、服侍主，互你的服侍，毋但会当荣光主耶稣，荣光爸上帝，也会当利益做人。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面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得避讳。